咁呢啲窗邊咧，呢啲裂痕都打膠啦，重新吸呢要吸塵啊！我哋用呢啲吸唔係無線吸塵機啊，插電嗰啲啊，吸到清晒。因為如果仲要揾啲火酒抹一抹佢嘅，因為如果你吸完之後你唔清潔再打咧，其實啲膠好易甩翻出嚟㗎，因為有塵啊嘛。咁呢啲咧就黐晒膠紙，咁咧就揾個刮咧就刮，仲要撳貼佢喎。因為如果啲膠唔撳貼就喺表面咧，其實好易鬆嘅。但係如果推入去，起碼推翻入去0點幾 cm 咁咧，咁其實咧係會食好多同埋襟好多，要甩嘅機會咧係好微嘅。咁通常啲好多師傅咧就咁打完之後咧就撳都唔撳就走咗去嘅。咁但係呢隻咧就係因為比較靚啲嘅膠嚟嘅，同埋佢嗰個韌度好高，而且我哋係貼晒撳晒落去。咁我哋有啲手指仔咧，即係揾嗰啲工具手指咧撳一路撳貼咗之後，跟住即時搣膠紙。千祈唔好過夜喎，過夜搣咧，你又用戒刀執就唔靚仔噶啦。咁撳完之後係即時搣膠紙，咁到油油再黐多隻膠紙。咁呢個程序就要，咁我就做晒，重新將所有嘅天花呢啲位置，呢啲裂痕重新粘晒膠紙再做噶啦。